痕啊，好痕啊，好痕啊，又要係咁出油，想 set 翻個韓仔頭啫，都咁難嘅，換咗咁多支洗頭水都冇用，點算啊？有計，即刻揾韓系型男 Dr. John。頭油頭痕問題持續，可能係頭皮生理功能出咗事，背後更牽涉皮膚病，淨係靠一支洗頭水根本解決唔到問題。頭皮出油、痕癢、生瘡、有頭屑，睇落好似好小事，但如果問題持續甚至惡化，可能就唔係你以為咁簡單。佢哋可能係由毛囊炎，甚至牛皮癬、濕疹或者真菌感染呢啲嚴重嘅皮膚疾病所引起。呢啲疾病同我哋身體狀況嘅健康息息相關，唔從根源解決內在健康問題，就冇辦法醫好頭皮，甚至出現不可逆轉嘅脫髮。你需要內外夾擊，透過內服中藥以及外治頭皮，恢復頭皮生理功能。頭皮有問題就要盡快 check 清楚致病原因，對症下藥啦。